狐狸終於徹底試下偽裝。最近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嘅核心內容俾人提前爆咗出嚟，白紙黑字再次將我哋中國稱為前所未有嘅最大戰略挑戰，甚至揚言要用綜合國力嚟應對。大家聽下，呢係大口氣到呢，而且人哋今次絕對唔係淨係打嘴炮，而係直接露咗見血嘅獠牙。3月份佢哋啱啱接收咗美製戰斧巡航導彈，射程足足嘅1600公里。日方甚至大言不慚咁鼓吹自己已經具備咗對敵基地攻擊嘅能力。日本唔係一直以住要搞專守防衛咩？點解突然變得咁狂妄？大家仔細諗下，專守防衛呢4個字而家簡直就係一個天大嘅笑話。你睇下佢哋呢幾個月都做咗啲咩喪心病狂嘅事。3月23日，本自衛隊啟動咗史上最大規模嘅改組，直接擴編太空同情報部隊。呢度邊度似係防守？作戰部隊嘅性質已經由防禦徹底轉向跨海進攻。3月28日，駐日美軍喺日本各大基地大批部署隱形戰機，作戰半徑直接覆蓋我哋嘅內陸腹地。3月31日，日本自己又開始部署新型導彈同高速滑翔彈，射程死死盯住我哋東部沿海同台灣省北部。更囂張嘅仲喺後頭。4月17日，即係馬關條約簽署嗰個敏感日子，日本嘅軍艦竟然走到台海周邊行咗成14個鐘，挑釁嘅味道簡直濃到化唔開。到咗5月22日，佢哋更加變本加厲，積極拉攏美國同菲律賓喺島上搞軍演。第一次走到幾碼去發射導彈，甚至將最大射程低到1800公里嘅中導系統搬咗入日本，妄圖直接威脅我哋嘅內陸腹地。呢啲邊度仲係咩正常防衛？分明就係徹底切斷後路，鐵了心要將自己綁喺美國嘅戰車上。佢哋咁瘋狂咁備戰，究竟係為邊個做炮灰呢？背後到底收埋咗幾大嘅利益交換？我哋跟住落嚟繼續睇日本咁樣不計後果瘋狂搞事，到底圖啲咩？大家仔細諗下，呢背後全部都係精密嘅利益算計，同埋嗰班日列政客嘅私利豪賭。日本而家嘅內閣同嗰班政客，國內經濟一早就爛泥扶唔上壁，通脹壓唔住，日元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老百姓怨聲載道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哋想穩固自己嘅位置，最常用嘅屎橋就係對外製造敵人，轉移國內視線。佢哋拎住新版防衛白皮書做幌子，大肆渲染所謂嘅最大戰略挑戰，就係為咗喺民眾心入面製造恐慌。然後順理成章咁將原本應該用嚟改善民生嘅錢，大把抌落軍費。呢個冇仔動到，呢個簡直就係一出教科書級別嘅冇人衝遊戲。表面上佢哋把口意嘅係為咗保衛國家，但你往深層次睇，真正嘅地緣諗先係，佢哋企圖藉住老尾全面壓華嘅呢個歷史窗口，徹底衝破和平憲法嘅金箍咒。日本自衛隊啟動史上最大規模改組，將作戰性質由防禦活生生改成跨海進攻。呢個唔係借屍還魂係咩？政客心入面清楚得很。如果按部就班，日本呢世都只可以做一個未閹割乾淨嘅政治侏儒。所以佢哋不惜將細個國家嘅過運攞嚟做籌碼，主動向美國主子遞交投名狀。佢哋以為自己落緊一盤重回大國巔峰嘅棋，但大家仔細琢磨下，一個國家嘅防務主動權同指揮權如果全部喺駐日美軍手上，你再點樣改組擴編，都只不過係令綁住自己條頸嘅繩索變得更高級少少咋嘛。日本政客為咗滿足右翼勢力嘅狂熱軍國救亡，正一步步將全日本推向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。而更可怕嘅係，呢場地緣上嘅豪賭背後仲緊緊綁住一紙收割財富嘅金融黑手。我哋必須將呢層軍事外衣徹底除低，睇下背後嘅宏觀經濟邏輯。每次世界某個角落一響槍，最後邊個賺到盆滿缽滿，邊個又俾人洗劫一空。日本今次配合老美喺東亞瘋狂搞事，背後其實係一場蓄謀已久嘅金融收割局。資本呢樣嘢係最細膽嘅，邊度有戰爭風險唔安全，佢就會好似驚弓之鳥咁瘋狂向外逃。大家睇下而家嘅全球資產格局，美債需要人接盤，美元需要維持霸權。日本透過高調部署戰斧巡航導彈，聯合北約引狼入室，就係人為咁製造亞太地區嘅動盪預期。呢種預期一旦拉滿，
最直接嘅後果就係導致東亞地區嘅本土資本海外熱錢感到恐慌，然後源源不絕咁跨過太平洋，投向睇落最安全嘅美國避險，去幫老美高企嘅債務同股市接盤。呢個就係最典型嘅用大炮為資本開路。而日本自己呢，一早已經成為呢場金融收割入面被放上火爐燒嘅犧牲品。政客將大把嘅真金白銀攞去買美國過期軍火，呢種買賣講穿咗，就係一邊用老百姓嘅血汗錢幫美國軍工復合體輸血，一邊配合美國資本洗劫亞洲優質資產。日本以為自己喺度配合主子食肉，實際上喺國際金融大鱷眼中，佢自己都只不過係碟上面嘅一嚿肥肉。喺呢張龐大嘅太棋盤上，除咗美日，其實仲伏住其他個圍鬼胎嘅玩㗎。引狼入室嘅北約45日到17日，北約派咗史無前例最大規模嘅代表團訪日。一個歐洲軍事組織點解對亞洲咁感興趣？因為歐洲自己都顧唔掂自己，得呀，背後嘅軍工巨頭急需尋找新嘅水魚同提款機。日本主動投懷送抱，正好俾咗大家喺潛在衝突入面撈油水嘅藉口。今做馬前卒嘅菲律賓5月6日，日本積極同美菲交聯合軍演，表面替抱團取暖，實際上心入面全部都係算死草。菲律賓想佔嘅勢頭喺南海撈籌碼，日本就想將對方當做戰略擋箭牌。呢種塑膠兄弟情，一到搏命嘅時候，絕對跑得快過任何人。幕後大老闆美國，算盤打得精過任何人。老美既想用大殺器死頂喺最前線，又唔想親自落場承擔第一波怒火，所以先將日本頂喺前面做盾牌。贏咗老美，繼續就揾霸主寶座，輸咗戰場都係喺日本本土。國際關係嘅底層邏輯從來都冇變過，但係冰冷無情嘅叢林法則。日本自以為拉住美菲北約就可以構建一個銅牆鐵壁嘅包圍圈，但呢個完全係有疫症黑舊夢未醒時嘅自欺人。而家嘅世界一早就唔係100幾年前嘅甲午年，更唔係簽馬關條約嗰個年代。日本作為一個狹長嘅島國，根本冇任何戰略重心可言。你將所有大殺器擺喺明面上，喺絕對嘅區域，佢只能力同密集嘅近海火力面前，呢啲所謂嘅攻擊能力只不過係活靶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呢場毫無勝算嘅豪賭最終會點樣收場？冰冷嘅現實係真理只喺射程之內，尊嚴只喺劍鋒之上。一旦風吹草動，第一波被火海吞噬嘅絕對唔會隔住太平洋嘅老美，而係嗰啲甘願做炮灰嘅馬前卒，嗰啲妄圖跨海進攻，動搖中國內陸腹地嘅導彈陣地。喺真正嘅力量對決面前，頃刻間就會灰飛煙滅。日本政客瘋狂壓着國運，自以為參與緊大國分贓，實際上係將自己個國家推入火坑。歷史嘅洪流滾滾向前，任何想以時代移動、出賣地區和平嚟換取一己私利嘅勢力，最終都逃唔過淪為棄子嘅宿命。睇透表象，直擊本質。記得點讚訂閱，帶你穿透地緣同資本嘅迷霧，用上帝視角睇懂世界局勢。我哋下期見。